这个进行曲的崇拜，也是这样的一个振奋能够有上帝的灵与我们同在。我们一起来为今天早上的服事崇拜，还有弟兄姐妹预备来朝见主，来献上祷告。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爱我们的天父，感谢你赏赐丰盛的恩典，让我们在今天早上的时间能够分别为圣，来到主你的宝座前，要来敬拜你、荣耀你、服侍你。你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愿你在我们当中得着当得的荣耀。愿你恩待我们，坚固我们的信心，靠你而得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带领我们在今天早上的崇拜，从头到末了，你圣灵都在我们的当中。坚固我们，靠你得胜喜乐，也祝福所有的设备器械、人员的运作安排都能够顺利的进行，按照主你的心意，能够将今天早上所有的顺序都能够来完成。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愿荣耀归给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让我们预备心来参加崇拜。弟兄姐妹平安，让我们安静心，跟随着神的话语，开始今日的主日崇拜。
宣召，请听上帝的话语。百姓必在锡安，在耶路撒冷居住，你不再哭泣。主必因你哀求的声音施恩给你，他听见的时候，就必应允你。耶和华必使人听他威严的声音，又显他降罚的膀臂和他怒中的愤恨，并吞灭的火焰，以霹雷、暴风、冰雹。让我们同心合一，双手合十，一起来祷告。我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你，我们的上帝。让我们用你真理喂养我们的心灵，用你的美丽洁净我们的想象力，让你的爱敞开我们的心门，让我们为你的使命献上我们的意志。让我们日日勤读圣经，让你的话语成为我们一生的帮助。让我们也常常祷告，因为我们知道，无论我们身处何处，你都看顾着我们，陪伴着我们。我们的帮助都从你而来。我们谢谢你的拣选，让我们成为你的孩子。我们这一生一世都要在你的恩典中度过。谢谢你，今晨我们要敞开我们的心，我们的耳，在今日的崇拜中聆听你所要告诉我们的恩典。谢谢你，孩子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之名求，阿们。会众请站立，让我们用诗歌来赞美敬拜我们的神，颂赞主圣名。请大家翻开《新灵粮诗选》148首。请依然站立，让我们用使徒信经来宣告我们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应，
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3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荣耀颂。请坐。今天的起应文在诗篇85篇1到2节，8到13节，在旧约614页。在诗篇85篇1至2节，8至13节，旧约614页。由我来诵读上半节，会众弟兄姐妹们来诵读下半节。耶和华，你已经向你的地施恩，你赦免了你百姓的罪孽。我要听上帝耶和华所说的话，因为他必应许将平安赐给他的百姓，他的圣民。他的救恩诚然与敬畏他的人相近，慈爱和诚实彼此相遇，诚实从地而生。耶和华必将好处赐给我们。大家一起来，公义要行在他面前，叫他的脚中成为可走的路。点烛礼，今天我们要点燃的是第2支的烛光。第2支的烛光代表平安，唯有耶稣基督才能带给人类内心真正的平安。在这等候上帝降临期间，我们点燃平安的烛光，并应许公祷。让我们双手合十，一起来祷告。我们为南亚国家孟加拉来祷告，恳求主让基督的信仰能够进入人民的生活文化中，让他的国家百姓能够更认识基督信仰，为此来祷告。我们也为台湾卫理公会南部教区来祷告，永康卫理堂石正瑜牧师为他们教会奉献充足，教会在当地更加的得人，
传道同工身心灵健康祷告。我们也为台湾2024年总统及立委选举祷告，求神拣选适合的执政者和立法者，赐福给我们台湾的人民。我们求上帝帮助政府相关的部会，在产业对于人员、环保及公共安全，能够做出最适切的规划、监督与落实。我们也为这世界时局的动荡、战争的国家，求主施怜悯，特别的保护无辜的百姓，让和平的恩典持续的降临在这些地域上，止息一切的战乱，让影响能够降到最低。让我们一起用主祷文来宣告我们的信仰。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试探，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圣道理。今天的经课由蔡绵绵姐妹来为我们攻读。今天的经课在以赛亚书40章1到11节，教会圣经784页，由我来为大家攻读。你们的上帝说：“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又向他宣告说，他征战的日子已满了，他的罪孽赦免了。”他为自己的一切罪，从耶和华手中加倍受罚。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地修平我们上帝的道。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冈都要削平，高高低低的要改为平坦，崎崎岖岖的必成为平原。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因为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有人声说：“你喊叫吧。”有一个说：“我喊叫什么呢？”说：“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它的美容都像野地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因为耶和华的气吹在其上。百姓诚然是草，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上帝的话必永远立定。报好信息给锡安的啊，你要登高山；报好信息给耶路撒冷的啊，你要极力扬声，扬声不要惧怕。对犹大的城邑说：看啊，你们的上帝主耶和华必向大能者临到。他的膀臂必为他掌权，他的赏赐在他那里，他的报应在他面前。他必像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用膀臂聚集羊羔，抱在怀中，慢慢引导那乳养小羊的。接下来，马可福音1章1到8节。教会圣经38页。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如先知以赛亚书上记着说：看啊，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面前，预备道路。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照这话，约翰来了，在旷野施洗，传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犹太全地和耶路撒冷的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约翰穿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
吃的是蝗虫野蜜。他传道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弯腰给他解鞋带也是不配的。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他却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洗。以上是上帝的话语。今天正道的经文在彼得后书3章8至15节，在新约262页，由我来攻读。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主所应许的，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但主的日子要像谁来到一样，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去，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这一切既然都如此消化，你们为人当怎么样洁净，怎样敬虔，切切仰望上帝的日子来到。在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融化。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义居在其中。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要盼望这些事，就当殷勤，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责，安然见主，并且要以我主长久忍耐为得救的因由。以上是上帝的话语。诗班献诗，他是我的一切。
以下的时间交由伟文牧师来为我们证道，传讲神的话语。今天证道的主题是悔改，等候主来。他是我的一切。这首歌大概是在我念国中的时候，大概要去这个参加夏令营的时候，那时候有校园的夏令营参加，然后这个歌是在那边第一次学习到的诗歌，对我来说了那当然有很多其他人可能有在其他地方有听过，但是他的歌词非常美，调子也非常好。主是我的一切，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看到是不是上帝成为我的一切，耶稣成为我的一切，耶稣有没有成为你生命当中的最重要的？他不是一个配角，有时候我们把上帝当作配角，把耶稣当作配角。礼拜天的时候，我有空有闲的时候，我再来做礼拜，然后其他的时间就是我过我的日子。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耶稣成为我们的一切。曾经跟大家分享说，当耶稣摆在第一位的时候，并不是做礼拜第一，然后这个家庭第二，然后工作第三，不是这样安排的，而是上帝在我的教会里，上帝在我的职场里，上帝在我的家庭里面，上帝在我人际关系里，每一个面向里面，他都是我的第一。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学习怎么样让耶稣成为你生命当中的第一位，生命当中的一切。那个一切就是他是第一位的。当我跟人在相处接触的时候，我有没有把耶稣当成我的第一位，还是这个耶稣的话是次要的，我跟人的这个互动关系才是重要的？愿上帝帮助我们，我们的互动关系跟人的互动关系也是根基于上帝的话。比如说，包括我们需要对人家有诚信，比如说我们跟人家约定的时候，就应当要能够认真的去履约，这些都是上帝的话。愿上帝帮助我们，这个时代里面有很多的一些的价值观跟信仰是不一样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千万不要以为我们的信仰跟世界的观不一样的时候有什么样的问题，因为正是因为如此，我们才叫做分别为圣。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基督徒活在这世上，千万不要觉得好像我们这个跟世界好像有点格格不入，好像有时候会有点怪怪卡卡的。正因为这个不一样，人才看见我们与人的不同。所以常常有人说与众不同，意思就是你跟别人是不一样的。当别人都这么做的时候，你并不这么做。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来看到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美好的旨意跟计划。前几天我看到有一个那个影片，有一个爸爸在教导他的孩子的时候，这个孩子问了爸爸一个问题，他问他的父亲说：“爸爸，为什么老师没有看中我？为什么老师没有看到我？”刚好正是在吃饭的时候，所以这个爸爸他拿了一条面条，他们那时候在吃面，他就拿了一条面条夹到他的女儿的碗里面去，然后和在里面的时候，问他的女儿说：“请问一下，我刚刚放进去的那一根面条，你可以找得到吗？”这个女孩子她在那边找了半天，她说：“已经和在里面了，我看不到。”然后后来这个父亲他又夹了一只鸡翅放在这个碗里面，然后告诉他的这个女儿说：“和一和，然后又告诉女儿说，你可不可以把这个鸡翅给找出来？”她说可以，她就把鸡翅给夹出来。所以后来这个女孩子她才意识到说：“哦，原来老师要看到我是因为我与众不同。”上帝帮助我们，有时候我们活在人当中，或许可能好像很安全很好，但是与众不同的原因是让人可以看见，让上帝可以看见。所以基督徒我们不是那个叫做隐藏不发光的，其实光在哪个地方都会发出它的一个功用来。愿上帝祝福我们，让我们能够在神的里面有美好的这样的光在我们的里头。我们一起举起圣经来祷告，愿上帝的话进入我们的心中，成为我们的帮助和力量。我们一起用这个祷文来祷告，我们一起念经。这是我的圣经，他说我是谁，我就是谁。他说我拥有就拥有，他说我可以就可以。今天神的话要来教导我，我诚心悔改，我心里警醒，我灵谦卑受教，我就不再一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前几天看到有一个图片很好玩哈，就是有一个男生，有一个先生，他的这个跟太太吵架的时候冷战了。好，那冷战的时候，他的太太就留下了一张字条在桌子上，给猪做的，爱吃不吃。好，那请问一下，后来这个男生后来赢得了这个平衡啊，我不能够说胜利，只能说平衡。好，那请问大家一下，这一段话里面去哪一个字就可以平衡了？最后一个，给猪做的爱吃不？哪一个字去掉，大概就会平衡了。给去掉，对不对？猪做的爱吃不吃，那样意思吗？啊，他骂他的先生是猪，对不对？好，那如果他先把这个第一个字去掉，就变成什么？猪做的爱吃不吃，所以两个人就平衡了，对不对？好，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有时候语言的力量是很重要的。语言话语的力量是很重要的。有时候我们觉得受委屈的时候，是因为我们找不到一个适当的言辞，或是适当的话语去我们不能说反击，是回应去回应他，说回应别人。所以有时候我们需要学习怎么样去用适当的字眼。有时候一个字那个威力效果是无穷的。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去学习怎么样来运用文字的美。好，所以各位我要先跟大家澄清，我没有政治立场啊。最近各位知道，在新闻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新闻，就是108课纲，然后里面有说要去掉这个文言文或是说这个如果没有读的话，可能大家就没有礼义廉耻了。好，亲爱的弟兄姐妹，礼义廉耻如果只有在书本上，我刚刚讲了我没有政治立场，但是我要告诉大家，礼义廉耻如果只有在书本上，而不是在你的心里面的时候，那个礼义廉耻永远是在书本上。听得懂牧师要讲的意思吗？好，以前我的老妈常常提醒我一件事情，她说什么？她说：“读册读到位卡加偏去。”台语读册读到位卡加偏，那个意思是什么？你有读，但是没有进到你的脑子里，没有进到你的心里面。从这里到这里还有一段路，更何况是你只有读过，但是没有进到你的脑子里。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为什么我们有旧约跟新约？各位如果看圣经的话，其实上帝透过先知早就已经告诉我们为什么要新约。因为旧约圣经在哪个地方知道吗？上帝的律法放在什么地方知道吗？约柜啊。各位知道约柜放在什么地方知道吗？圣殿里面正中央放约柜，对不对？正中央放约柜里面的东西是什么？2块法板，法板里面是什么？10诫。好，所以如果10诫只放在法板上，如果10诫只放在约柜里面的话，那么10诫永远只是法板，永远只是在石头上刻的。所以耶利米先知提醒我们一件事情，说将来上帝要跟我们立新的约，这个新的约不是在那个石板上，是在哪里？在你的心板上。亲爱的弟兄姐妹，在你的心板上。所以礼义廉耻不是只有在书本上，请记得礼义廉耻应该是在心里面的，而不是只有在书本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可能读圣经也是一样，塔加为卡加偏阿基，或者是读圣经那个里面上帝告诉我们的话语，只是出现在圣经里面，但是不会出现在你的心里面。愿上帝帮助我们，让上帝的话出现在我们的心里面，而不是只有出现在你的圣经里面。愿上帝带领我们。好，所以我们这一周叫做将临期的第2个礼拜。好，那刚刚我们看到的那个，大家可能会有点 confuse 或者有点那个错乱，就是第2周，那牧师你现在放上去的不是叫做悔改主日吗？那怎么刚刚读的是平安主日？事实上要跟大家做一点说明，就是在这个顺序上面有很多不同的版本的顺序，但是终归就是在将临节期的前4周都叫做悔改的主日，或是叫做悔改的时间。所以为什么教会里面要用紫色的蜡烛来代表悔改？因为紫色在教会的颜色里面代表的就是悔改跟认罪的意思。好，所以让大家可以知道，除了我们在教会里面用紫色来代表悔改的意思，
另外一个部分，悔改也代表一个等候跟盼望。好，所以我们的第二主日，我们通常会叫做悔改主日。那当然，刚刚我们所读到的，因为这个也是在这个一些教会的礼文上面，他们用这一周叫做平安主日。事实上，如果没有悔改，其实也得不到平安。有很多人晚上睡不好觉，有很多人晚上没有办法睡着，因为没有平安。那个没有平安是什么？因为有很多的重担、忧虑、挂虑，或甚至很多的罪责，很多的一些的这个罪的问题在你的心中，以至于你没有办法得到真正的平安。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要能够晚上好睡觉，要能够晚上有好的休息，除非我们要将一切的重担、忧虑卸在上帝的面前。很多时候，我们被罪给捆绑了，压力很大，好像常常控告自己说：“好像我永远没有办法做到好，好像我永远做不到。”事实上，这是上帝给我们有一个悔改的机会，让我们重新反省自己，以至于我们能够领受上帝的恩典跟平安在我们的当中。好，所以今天我们看的圣经里面，这个是彼得后书里面，彼得对于这个当时的基督徒的一个提醒。跟一个提示，告诉他们说如何在那个世代里面能够来预备跟等候主耶稣的再来。好，那特别为什么上帝要透过彼得来写下这个彼得后书，来提醒当时的基督徒？各位知道彼得这个人是谁知道吗？彼得是耶稣的学生，12个门徒当中的一位。好，那为什么他这么出名？因为他常常动不动就告诉他的那个同班同学正确答案是什么。好，所以后来这个彼得就好像就成为这个班上的那个班长，或者是成为班上的主导者。但是各位知道，爬越高的位置，其实要越小心自己站的地方，知道吗？有时候很多人上那个位置的时候，但是忘记自己是谁了，以至于怎么摔下来的就不知道了。各位知道彼得一个最有名的案例就是什么？他曾经在这个耶稣要上十字架之前，在公会受审的时候，彼得躲在什么地方知道吗？或在人群中然后有人告诉他说：“你是跟过耶稣的。”彼得说什么？我不认识他，我不认识他，我不认识他。好，彼得3次不认主。各位，很多人轻忽彼得这个状况。各位知道卖耶稣的是犹大，可是彼得是什么？3次不认主。其实彼得没有比犹大好到哪里去，但是耶稣曾经告诉彼得一件事情，说什么？当你回头的时候，你要兼顾你的弟兄。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今天犹大回头，有机会回头的话，也许上帝还会继续再重用他。彼得虽然他3次不认主，然而耶稣提醒他说：“当你回头的时候，你要记得兼顾你的弟兄。”亲爱的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常常有一种莫名的压力，就是信耶稣之后，好像我就不能犯错，我不能犯罪了，好像这样压力很大。有人跟我讲说：“牧师，我如果受洗成为基督徒，我就不能抽烟，不能喝酒，我不能打麻将，不能够做这些的事情。”亲爱的弟兄姐妹，不是靠外在约束你，而是你里面觉得这样做是否荣耀上帝，这样做是不是让上帝喜悦？不是外在去约束你，而是你内心里面，你愿不愿意回应上帝对你的恩典？上帝帮助我们，彼得当他回应上帝恩典的时候，他还是回到他原来的位置上面，成为这些门徒们的领袖。所以领袖不见得叫做都没有犯过错，领袖不是代表都无瑕疵没有问题，领袖也会有犯错的时候，但是犯错你怎么样去回转悔改来归向主，这个是彼得在今天的经文里面要给我们的提醒。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在圣经里面彼得怎么样来告诉这些的基督徒，你要预备好自己如何来迎接主，来迎接耶稣基督的再来。我们来看一下第8节的地方，我们一起来念一下第8节，一起念来。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1日如1000年，1000年如1日。好，在上帝的眼中，看1000年如同1日，1日如同1000年。好，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千万不要被这个网络上或者是一些
叫做不太清楚的言论给这个蒙蔽或者是辖制了比如说很多人会听到说这个主再来的时候，上帝看千年如一日所以这个现在已经公元2000年了所以搞不好这个公元3字头的时候，耶稣就要再来了。有很多人会用这些的来做一些拼凑，或是用这些的话语来做一些的这个对比，或者是用世界上的一些发生的事情来看这个时间是不是已经来到。在过去的在过去的耶稣的时代里面，在他的升天之后，在初代教会的时代里面，有这样的2个极端，一个是说耶稣这个不会来了因为等很久了另外一个极端就是耶稣已经来了，2个极端都会有。然而彼得在这个地方来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上帝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意思就是在时间是在上帝的手中，而不是在我们的手上。很多时候我们常常以为说耶稣好像赶快要来了，很快要来了，好像那个日期很迫近，我们要有那个迫切感，但是不要有压力，因为我们知道我们面对主的时候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主看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也许耶稣马上会再来，但是也许耶稣还要在一段时间还会再来。然而这些都给我们提醒，告诉我们主终必要再来的时候，而再来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来面对主。各位，其实我们在时间的观念上面也会有这样的状态。各位不晓得在过年假的时候，或是你放假的时候，有没有那种感觉？比如说，如果你放假放了3天的时候，你会觉得3天如同什么1日，对不对？然后，如果你在工作的时候呢，1个小时就如同什么1000年了，能够了解意思吗？所以你要能够知道说，当时的基督徒他们也在这样的等候。如果我们今天我们在等候主，那是喜乐的，那么恐怕我们会看那个1000年，真的就是如同1日一样。可是如果我们很害怕主再来的时候会不会挑我的毛病，找我的麻烦，会不会给我压力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变成是什么？才过1个小时，我们就变成好像在过1000年一样的那种痛苦。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基督再来应当是喜乐跟平安的。所以再大的罪都大不过上帝的恩典，上帝时常给我们有再一次的恩典。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珍惜上帝常常给我们的再一次的恩典，让我们可以重新再一次的来到上帝的面前，重新的反省跟悔改。好，所以当时的人，有人认为说耶稣好像不晓得什么时候再来，好像很久了还没有，因为在当时已经过了将近30年的时间，30-40年的时间，好像耶稣还没有再来。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彼得怎么样来提醒当时的基督徒。我们来看一下第9节，一起念来：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为什么还没有来？为什么耶稣还在那边单言？这里说不是单言，而是宽容。上帝给我们有时间，让我们能够带领人能够来认识上帝，能够脱离罪的辖制，能够进入到上帝永恒的国度里面。这是我们基督徒应当有的一个使命。我们成为进入神光明国度的人之后，我们要怎么样带领人也进入到那样的一个光明的国度？这个世界有许多的辖制跟限制，有许多的对人的鄙视跟轻看。然而我们有这样的使命，是要带领人从黑暗里面进到光明的当中。各位知道在2008年的时候，中国大陆有一个很大的地震，知道吗？四川汶川的地震。好，我常常用这个比喻来形容说，我们那个抢救雷恩大兵是怎么去抢救的各位知道那个当时在地震的当中，很多瓦砾，很多房子倒塌，然后据说当时的这些的消防队员进到里面去抢救人出来的时候，他们会将抢救出来的人，在这个他们抢救出来的时候，消防队员会对他们唱一首歌，这首歌叫做《生日快乐歌》。听得懂意思吗？为什么要把抢救出来的人为他们唱这首生日快乐歌？因为你又重生了，因为你又重新可以获得生命了。如果他压在这个
瓦砾堆下，恐怕就没有生命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为什么我们会说要把人从黑暗里面带进光明的里面？很多人很适应那个黑暗，被压久了，被这个捆绑久了啊，那就没有希望了。反正我就一直在那里。然而，基督徒我们需要去搅乱人家一池春水，就是要让人家看到说，我们需要生命改变、调整不一样。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很多时候反而现在的世代里面，是我们基督徒已经往下沉了，我们不再去有那样的力量去拉人出来。各位知道，其实要待在原地比较容易，你要拉人上来是比较困难的。上帝帮助我们，所以为什么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当这个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为他这样来欢喜。我们等一下会看到那样的经文。所以上帝不永远怀怒，他喜爱怜悯，喜爱恩典。所以我们看到路加福音15章第10节，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一段的圣经，一个罪人悔改，在上帝的使者面前，也要这样来为他欢喜。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为了，如果你能够传福音给一个朋友，如果你能够传福音给你的家人，如果你的家人能够信主，你要为他这样来感到高兴欢喜，因为他跟你要进入在上帝的那个永恒的国度的里面，而不是在那个罪的国度里面了。所以一个罪人悔改，在上帝的使者面前，也要这样为他来欢喜。要记得刚刚讲的那个例子，这些人被瓦砾堆中拉出来的时候，他们要唱生日快乐歌。我有时候觉得在灵修当中想到这个场景的时候，心里都会有莫名的悸动，就是当我们能够带领人信主归向上帝的时候，好像我们将这些人从瓦砾堆中拉出来的时候，你知道天上的使者都要为他唱生日快乐歌。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基督徒叫做重生了、得救了？因为我们的生命跟过去不再一样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都要这样为他欢喜。好，所以帕森斯这个牧师这样讲，他说：悔改的生命是蒙福的生命，所以悔改是得救之人的记号之一。所以你有没有得救的生命，在你的里面就看得出你有没有一个悔改在你的里面的一个行动。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常常有这样的悔改的一个行动跟行为，好让我们能够常常看到上帝不断的恢复跟医治，让我们能够回到那个上帝起初为我们创造的那样的一个身份跟地位。也许我们常常是一个觉得自己是一个不完美、不够好的人，然而上帝给我们有再一次的机会，上帝常常给我们有再一次的机会。悔改是得救之人的记号之一。所以，如果弟兄姐妹如果常常听到讲台里面讲我们需要在上帝面前认罪悔改的时候，千万不要以为惊讶。曾经我在一个教会里面谈到悔改的时候，很多人会很惊讶说：牧师，我们教会发生什么事吗？为什么要悔改呢？各位知道那个其实叫做什么？我们还死在罪的里面。所以不悔改的人，就是我们还死在罪的里面，没有醒悟过来。求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常常醒悟过来，我们需要在上帝面前来坦然承认，因为悔改是得救的人的记号之一。好，所以彼得后书3章11节，刚刚经文里面给我们这样的提醒，我们来念一下这节圣经，一起念来。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刚刚看到圣经里面彼得提醒我们说，当主再来的时候，一切好像要被火消化了一样。所以他说，既然一切都如此消化，我们为人应该怎样圣洁，怎样敬虔。很多人的做法就是世界都快没了，那我干脆就跟大家一起同乐吧。世界都快没了，我们就欢喜快乐吧，就不要再去考虑这个后面的事情要怎么做。亲爱的弟兄姐妹，基督徒的想法不一样。我们常常讲说三观不同，三观不同，其实基督徒真的跟人的三观是不一样，很多人三观不一样。这里彼得反而提醒说，怎样圣洁，怎样敬虔。亲爱的弟兄姐妹，基督徒我们在末世的时候，在主要再来的这段时间的预备的当中，我们反而应当是过圣洁的生活，过敬虔的生活，而不是像世上的人所想的这样反正可能明天没有了，后天可能没有了，所以我现在就及时享乐吧。亲爱的弟兄姐妹，
为人怎样圣洁，怎样敬虔，我们怎么样在生活上能够来敬虔，来荣耀上帝，这是我们在还活着的时候，应当要时常要警醒，跟要时常要去纪念的事情。上帝帮助我们，卫理公会的一个神学观就是，基督徒应当要过圣洁的生活。基督徒，我们生活上应当要时常在圣洁的里面。很多人不晓得说，到底圣洁的意思是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圣洁不是只有叫做遵守交通规则或者是这个不杀人、不去伤害别人不去这个做坏事，不是只有这样。圣洁是什么？真正的圣洁就是爱上帝跟爱人。当你爱上帝的时候，你不会去做上帝不喜悦的事情；当你爱人的时候，你不会去做伤害别人的事情。所以圣洁是什么？圣洁就是不去做得罪上帝或得罪人的事。另外一个正面的说法就是能够爱上帝，能够爱人。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世上知道怎么样来维持过圣洁的生活。12节我们来看到，在这里彼得再次告诉这些的基督徒说，切切仰望上帝的日子来到。所以他是盼望的，那个切切就是很渴望、很希望那个日子赶快来。亲爱的弟兄姐妹，很多人在面对主来的时候，很像考试一样，这样考试永远不要来。听得懂我的意思吗？考试永远不要来。可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耶稣再来的时候，他要给我们的是一个荣耀的盼望的时候，我们当然会希望耶稣赶快来，耶稣赶快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希伯来书12章这里提到说，要追求圣洁，因为没有圣洁，人无法见主的。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世上我们的操练就是每一天知道怎么样过敬虔的生活，知道过圣洁的生活，因为我们切切的仰望主再来的日子。你很希望那天赶快来到，主再来的时候，哇，我可以见主面，是一个多好的事情。当然，我不是说我们马上就要去见主面，不是说这个意思。我不是说我们好像这个离开世界的人一样，要马上见主面，不是，而是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是否已经预备好，而且很欢喜的，我好高兴迎接耶稣的降生，迎接耶稣的再来，迎接耶稣来到我们的当中。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渴望耶稣基督的再来，能够在我们的当中，使我们能够与他来面对面。好，所以圣经上提醒我们说，要去思念天上的事情，而不是只有思念地上的事情。地上我们恐怕都只会去希望能够更多的物质的生活享受更好，然后可以让生活更加的提升。然而我们需要的盼望是什么？是盼望在新天新地有义居住在其间。那个义指的就是上帝的义，上帝的公义能够显在我们的当中。上帝为那些受冤屈的人能够来伸冤，上帝为那些受苦的人来免去他们的痛苦，让他们能够生命被提升，让他们能够生命改变不一样。所以我们照着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义居住在其间。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是只有盼望现在的天地，而是有一个新的盼望，是盼望新天新地，耶稣基督在当中掌权，我们要进到神的荣耀的国度的里面去。好，所以14节彼得再次的提醒，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怎么样去过圣洁的生活。14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14节一起念来。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然盼望这些事，就当殷勤，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责，安然见主。亲爱的弟兄姐妹，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在生活上能够圣洁，没有玷污，无可指责，安然见主。还记得上次牧师告诉大家那个无可指责那个意思是什么，知道吗？没汤嫌，让人家没有那个可以嫌弃的地方，没汤嫌，让我们的生活上，让人家没有这样的一个嫌隙，去说你看这个也是要基督徒吗？这个人怎么会叫基督徒？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使人看见我们的生活上是不被嫌弃的。好，所以圣洁不是在外表，而是在内心里面。很多人以为说，我们礼拜天来做礼拜的时候带本圣经来，我们在这边唱诗祷告，我每天读很多的圣经，每天祷告好几个小时，这样就是圣洁。其实不是的，圣洁不是只有在外在的，而是在我们的内心里面，而且在我们的生活上，我们是否能够去显出那样的一个生命。
所以自洁是上帝所要用我们的第一件事情。上帝要用的是圣洁的器皿。所以在这个保罗对提摩太的提醒里面，他说什么？他说要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圣光神学院的校训就是这个，叫做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圣洁，合乎主用，能够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这么样的忍耐跟长久等待基督的再临？因为我们的主也在忍耐跟等待我们，期待我们能够生命有调整跟改变。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我们的福音的机会，让我们可以在过圣诞节的时候，除了我们要快乐高兴过圣诞节以外，更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能够把人带到上帝的面前，我们能够把这些还没有认识上帝的人带到上帝的面前，让他们像我们一样，能够从罪恶里救出来，进入到神的荣耀的里面。所以圣经里面哥罗西书里面提到说，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这样的确据跟把握？你是有上帝国籍的人，你是上帝爱子耶稣基督的国里面的人。愿上帝帮助我们。我们现在很多人在吵国籍的问题，但是我没有政治立场啊，千万不要误会哈。好，吵国籍的问题，但是我们有没有人看到我有上帝国的国籍在我的生命里？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在这里的每一个人，我们都拥有上帝国的国籍。上帝国的国籍是让人看到我们里面有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他救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送进他爱子的国里。所以今天的经文给我们几个提醒。第一个，在公义的上帝面前，世人都不完全、不完美，所以千万不要觉得某个人就比较好，某一个人就比较完美。其实我们在上帝面前都是不完美的，即使我们再优雅、再细腻、再精致、再文化或是文明很多，或是学历很好，但是本质上，其实我们都是堕落的，都是在上帝面前是不完美的。各位知道以赛亚书里面曾经形容说，人的义在上帝面前像什么？知道吗？人的义在上帝面前就像破抹布一样。在上帝面前，我们的义都像一块破抹布一样，不符合上帝的喜悦。所以人做的再怎么好，跟圣洁的上帝比起来，我们还是不圣洁的。但是上帝给我们有怜悯、有机会、有恩典，让我们可以再一次的反省跟悔改。好，所以所谓普世的黑暗，就是人心的昏昧，对上帝的无知。所以对上帝的不在乎，对上帝的话语不在意，对来亲近上帝没有那个用心的时候，也是我们在黑暗里面的时候。所以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看到这个时代对上帝不在乎、不在意、不愿意按照上帝的话语而行的时候，正是我们应当怎么样将人从黑暗里面拯救出来。上帝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使人进到神的光明里面，而不是在黑暗里。所以圣经里面给我们一个宣告跟提醒，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跟上帝有这样的关系。其实我们在上帝面前，我们都是有罪的被告。若不是透过耶稣基督的怜悯跟恩典，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站立在上帝的面前。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站立在上帝面前，不是透过别人，不是透过别的事情，或是透过你献什么样的祭物，是透过耶稣基督，我们来站在上帝的面前。第二个，在慈爱的上帝面前，我们应当悔改。上帝给我们有机会再一次的悔改，让我们能够学习怎么样在把握我们活着的时候，常常在上帝面前有这样的一个认罪跟反省的机会。好，各位知道，其实犹太人他们在过年的时候跟我们过年不太一样。各位知道，我们在过旧历年的时候，我们是一个快乐的时间，大概至少可以快乐5天，初一到初五，对不对？其实犹太人他们的过年跟我们不太一样，犹太人过年的时候，他们反而是认罪悔改的时候。在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通常犹太人他们都会在那里读经，或者是在那里有一个认罪悔改的祷告，因为他们认为在新的一年要重新的一个调整自己跟反省自己，才能够迎接在这新的一年当中上帝的祝福。然后他们的最高潮在什么时候？在他们的1月15号。
各位知道我们的农历1月15号是什么时间？知道吗？元宵节的时候，对不对？我们通常一般早期华人都是说过年要过到农历15，对不对？好，犹太人他们过到他们的1月15号的时候，是一个重要的节日，知道是什么节日？知道吗？逾越节，对，逾越节的时候，逾越节反而是高兴快乐的日子，但是在年初的时候，他们反而是用认罪悔改来代表一年的开始，所以跟我们不太一样哈。所以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即将要年末的时候，我不是说大家这个新年要开始这个过这个悔改的日子、穷苦的日子，或者是要认罪，不是这个，而是让我们知道说，常常我们在上帝面前来认罪悔改，调整我们的生命，以至于在新的一年迎接新的祝福在我们的当中。好，所以扫罗跟大卫的不一样是在扫罗是死不悔改，大卫是愿意能够悔改，生命能够在上帝面前做改变。所以在上帝面前，我们应当要时常有这样的悔改。上帝衡量人的行为，他不但是衡量人的行为，他也衡量人的心。所以不是只有衡量人的行为，看起来行为上扫罗比大卫好太多了，然而上帝衡量的是人的心。所以圣经里面约翰一书1章9节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经给我们这样的提醒，让我们有机会可以常常反省自己。当我们察觉自己有任何的罪的时候，使我们能够用这样的经文在上帝的面前能够来认罪悔改。第三个，在圣洁的上帝面前，我们应当保持跟持守这个圣洁。愿上帝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将圣洁的这样的一个概念跟想法放在里面。爱上帝、爱人，这个才是圣洁的表现。所以记得人在最高点的时候、最高顶端的时候，要常常提醒自己，这时候可能魔鬼常常会找上你。所以千万不要以为说，好像我一切都很稳妥的时候，就是最安全的时候。其实那才是最危险的时候。有时候试探会突然间的临到，或者是来到。愿上帝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看到我们在一切觉得好像平安稳妥的时候，更需要小心跟谨慎的。所以教会必须要注重会友的品格的栽培，因为好品格里面才能够在社会里面发光。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聚会完的时候，不是结束，而是一个开始。那个开始就是我们要进入到世界里面，来成为这个世界的光。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跟随他的人必走在路上，必不在黑暗的里面。”我们也是世界的光。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光。”我们是世上的光，使人能够跟着我们走，不会在黑暗的里面。最后要勉励大家，就是悔改是最基本的恩典。所谓的恩典，就是不是你去换来的，恩典是上帝主动的给予。所以悔改也是上帝给我们的主动的恩典。所以无论在信仰上面，如果不建造在这个真理上面，必然会倒塌的。总会有这个失误的时候，总会有人以为在稳妥的时候，总会有失败的时候。愿上帝帮助我们常常反省跟悔改自己，能够在上帝面前能够生命得着调整跟改变。有人问说，那牧师你自己是什么样？其实我也会。你说会不会有犯错或犯罪的冲动？当然有。我记得我早上帮师母买早餐的时候，前几天，然后看到这个红灯突然间要亮红灯的时候，就赶快紧急的往巷子里面右边转过去，要避掉那个红灯在那边停等的状态。亲爱的弟兄姐妹，每个人心中都有犯罪的冲动，都会有的。求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在心中有任何这些的起心动念，有想要冲动犯罪的时候，求主给我们有安静的心在我们的里面，有圣洁的心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能够回转来向主。当然有时候我们不免在世上会有犯错或犯罪的时候，要记得上帝总会给我们有再一次的机会。当我们认罪悔改，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愿上帝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怜悯的天父，谢谢你让我们能够在将临期的第2个主日，这样的一个悔改的主日里面，我们能够认罪悔改在上帝的面前。我们有许多不完美或不完全的地方，也许我们自己以为我们的口舌是可以讲出美好的言语，但是也许它也是伤人的利器。愿你恩待我们，
怜悯我们，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帮助我们，让我们的行为举止都能够合乎你的喜悦。当我们犯错犯罪的时候，也让我们知道有一位中保常常为我们祷告，我们透过他能够来到上帝的面前，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谢谢你，你就是我们的中保，让我们在我们生命当中有问题跟犯错之后，我们仍然有再一次被饶恕跟原谅的机会。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带领我们在你里面蒙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谢谢伟文牧师用神的话语来坚固、激励、造就我们，也恳求主呢，让我们可以每日的勤读圣经，常常的祷告，也让圣灵的时时提醒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常常时时改变自己，作为主见证的人哦。然后在这社会里头，我们能够常常传福音，把主的爱呢传给大家，也让大家一起能够天天充满在主的喜乐跟平安当中度过。我们来回应，回应你。现在会众请站立。我们用回应诗歌来赞美回应神对我们的爱，在新灵粮诗选151首，以马内利。这一首我们唱3次。奉献祷告，我们现在要开始今天的奉献，也请大家预备心，恭敬的以金钱奉献来表达我们对上帝的感恩。如果您对于奉献的意义并不了解的，就安静的让奉献袋经过你的面前。我们请施献的同工到台前来，请各位坐下。让我们双手合十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我们的神是应当称颂的，直到永永远远。尊大、能力、荣耀、强盛、威严都是你的，凡天上地下都是你的，国度也是你的，并且你为至高，为万有之首，丰富尊荣都从你而来。我们应当称谢你，赞美你荣耀之名，因为万物都从你而来。我们把从你而来的献给你，用在教会的事工上，求主悦纳。以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之名求，阿们。
们一同站立。请坐。问安差遣礼，请问今天有新来的朋友吗？那我们一起来问安。我们先在座位上唱第一次，第二次呢，大家就彼此站起来，然后我们问安的时候呢，用拱手的方式，不握手。成为一家了，迎着耶稣，迎着耶稣，成为神儿女。我们成为一家了，迎着耶稣，迎着耶稣，成为神国的子民。迎着耶稣走捷径，迎着耶稣路光明，迎着耶稣同享复活的生命，同享生命的喜悦，同在主爱中连接，迎着耶稣同受丰盛的产业。大家坐下。让我们一起来关心教会的事工及肢体的消息。本周主日呢为降临节第二主日，请弟兄姐妹们预备心，等候基督再临。本堂的2024年度的目标是牧养家庭，建立祭坛。请为教会在2024年新的目标来祷告。我们新一季的插花认线表已经张贴在布告栏上面，也请会友们呢为圣坛献花、关心、祷告跟奉献。还有2024年1到3月的主日崇拜服事人员的轮值表。这是一个草稿，已经传到各群组，并且张贴在布告栏上面。欢迎有服事的弟兄姐妹们要去参阅一下。如果时间上有跟你的时间不搭的话，你可以进行调整的动作。当然是下办公室。教育部门们呢，为了鼓励会友们在本季规划进度，能够快速的读完一遍的那个新约圣经哦，截止日期是12月20号。如果会友们完成的时候，将会在圣诞主日12月24号呢颁奖，以资鼓励哦。我们还有1周的时间，所以如果你们还没有完成的话，请大家尽速的把它完成。希望在24号那天，所有的人都可以上台来领奖。OK， 这是我们一个目标。OK， 所以继续努力哦，还有1周的时间。
牧师将会安排在12月21号礼拜四的晚上呢，7点半到8点半，1个小时的时间呢，会到社区去绕城祷告、报佳音，希望弟兄姐妹们你们能够一起来参与，并且为这个社区呢祝福平安。那天晚上的祷告会呢，将会合并在这个报佳音当中举行，欢迎弟兄姐妹们在12月21号礼拜四晚上7点半到8点半一起来教会参与祷告报佳音的活动。教会的制服学院的秋季班已经完成课程了，我们会在12月23号礼拜六早上10点钟的时间呢，会举办期末的成果发表会哦，欢迎弟兄姐妹们一起来关心，一起来参与这个活动。2023年的圣诞晚会会在12月23号礼拜六的晚上举行，也欢迎弟兄姐妹们能够邀请福音的朋友们一起参与，让我们一起得着今年属灵的大丰收啊！教会将在12月24号圣诞主日呢举办受洗及转入礼。欢迎有意愿受洗及转入本堂的弟兄姐妹们呢，可以先跟牧师预约哦，先参与那个初信造就班，可以向办公室的干事来报名。我们成人主日学呢，将会在12月24号结业，并颁发前景奖，以资鼓励，请为各班的结业感恩。教会的探险团队哦，会在明年3月11号到我的家乡金门探访旅游3天，欢迎弟兄姐妹们能够参与报名。报名呢，这次主办的是邵文弟兄，请向邵文弟兄或是办公室来报名。报名时间截止日期是12月24号。教会呢将会在12月31号。今年的最后一天，主日呢举办圣诞音乐布道会、国语、台语礼拜堂的联合聚会。这次邀请的是简英才牧师，他是我跟天一多年来的好朋友，到本堂来分享信息。简英才牧师呢，他是吉他弹奏的一个博士哦，他有相当的音乐方面的恩赐哦，而且多年来都侍奉，有很多年来音乐侍奉的经验哦。也欢迎弟兄姐妹们邀请福音的朋友一起来参与。我们也为教会的复兴来守望哦，邀请弟兄姐妹能够实体参加周四晚上的7点半的查经祷告会。那我们一起为所关心的事项来同心祷告。还有一个事情就是财务部门也提醒大家，因为年底快到了，我们年底的那个年度结账期间呢，如果你还有费用没有申请的，请赶快申请，因为最后的请款日是12月31号。因为请大家注意这个时间，因为逾期之后就没有办法请款 ，OK？ 然后预计卫理公会传统呢，我们教会将会在明年1月7号举行立约礼拜。当天的主日是国台语联合崇拜，也请弟兄姐妹们预备自己在新的一年当中与主立新约，在明年的1月7号。肢体消息，因为进入冬季的气候，早晚的温差比较大，请会友们能够注意新冠、流感、肠病毒及梅将军等这些病菌的流行，请大家不要轻忽哦，常常多洗手。然后登革热的疫情也造成了部分地区的扩散，所以弟兄姐妹外出的时候要多注意自身的防护哦。我们也为确诊的还有弟兄姐妹的身体的治疗复原来祷告。我们也为身体不适的做代祷。我们教会周六呢，为元龙弟兄呢完成了安错礼拜。然后以下兄弟姐妹身体不舒服的，像萧平姐妹、清慧弟兄，还有硕威的身体、安志的眼睛，还有柔眼，
还有周老师、英兰姐妹、丸子阿嬷，还有孙妈妈、世文的听力，还有梅琴、家芳，还有素云奶奶，请为以上的会友们及长者们的身心灵的健康来代祷。牧师有没有补充的？补充哈，那我们很高兴我们的周老师在本来出差在美国哈，今天回来看大家，这个是他这个一年的这个学习研究的时间的抽空来到我们当中了哈，所以我们再欢迎我们的周老师回到我们当中来哈。好，所以我们请大家也常常为这些在远方或者是进修的，或者是我们工作的弟兄姐妹，为他们常常来祷告。那牧师补充一下，在17号的时候，就下个礼拜的时候，教会开始会发放我们的2024年的月历所以本来是希望是在24号的时候发。那同工有提醒说如果同一周发，可能会太急了怕很多人会就是这个在混乱当中拿不到，所以我们请大家放心，我们给大家有3周的时间，17、24跟31都可以来领取所以我们会有会做一个表给大家，就是原则上我们是一个家庭有一份原则上一个家庭有一份。那如果有多的就是等我们办公室这边统计完之后，如果有多的我们再适度的释放给大家，可以做一些的送我们的朋友或是福音朋友的使用或家人的使用求上帝来帮助，让我们可以也透过我们的这个阅历，也让我们能够常常来数算自己的日子，常常来纪念上帝给我们的恩典跟祝福。好，那12月21号的晚上，我们有报佳音的时间，原本是祷告会的时间，那所以我们晚上会在7点半的时候，我们就会从教会出发，所以7点钟就要来练歌了7点钟如果要去报佳音的话，请7点就要来，然后我们原则上7点半会出发，然后会在就是比照往年当中，我们会我们的这个到旧堂的地方。到以前的旧堂的地方我们在那里也做一个结束的祷告求上帝带领，让我们能够在社区里面报佳音的时候，我们也能够有机会跟人传福音做见证。那所以教会也预备了有一个邀请卡，就是请大家能够我们也许在下一周就可以开始使用了，我们就可以邀请福音朋友或者是邀请一些我们的邻居弟兄姐妹，可以邀请到教会里面来。我们里面会有12月23号的晚上的晚会，还有12月31号的这个我们的简英才牧师的这个音乐布道会所以邀请这个邀请卡，我们都可以随身携带着，或者是可以去到邻居当中，到社区里面去做发放所以我们会给大家有这样的一个福音的一个卡片可以使用。好，那请大家也记得，我们在12月31号是联合崇拜所以原则上我们时间上不会提早，我们也一样10点钟。但是台语堂的弟兄姐妹他们就会来到我们当中。那因为我们很少有机会可以跟台语堂的弟兄姐妹可以有联谊的时间所以今年的年底跟明年初1月7号，我们都是有可以有一起联谊的机会请弟兄姐妹，如果碰到台语堂的弟兄姐妹，也许你不认识他，或许你可能见过他，知道他是谁，但是没有很深入的去跟他谈话。那我们希望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国台语的联合的礼拜，我们可以跟台语堂的弟兄姐妹有很好的一个联系跟连结。那明年的1月开始，我们就要预备进入到新的一个阶段里面，就是我们要开始注意我们的注重我们的家庭的礼拜的这样的一个信仰生活所以牧师在每个月的第1周都会给大家有一份家庭礼拜的崇拜的那个叫做范本就是我们可以来在家庭当中来使用。那用意就是希望我们最少1个月有一次在家里面可以举行1次的家庭的礼拜所以弟兄姐妹当然你也可以邀请牧师或者是其他的同工到家里面做家庭礼拜也可以。
或者是如果在家里面，你可以照着这个家庭礼拜的这个程序，可以在家里面一起有一个家庭礼拜的一个行动，一个礼拜能够跟家人一起聚会的时间。那在明年的年初的时候我们就会给大家第一周就会给大家，然后我们在每个月的月初就会给大家有家庭礼拜的这样的一个程序表。那请大家可以，我们在家里面也能够一起来敬拜上帝，跟我们的儿女、跟我们的家人一起来敬拜。以上，谢谢。会众请站立。3-1颂。普天之下，万国万民，齐声赞美父子圣灵，三位一体，同荣同尊。我有志愿万福之本。阿门。请牧师为我们祝福祷告。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领受祝福。慈悲怜悯的天父，愿你将悔改认罪的灵放在我们的里面。当我们痛悔我们内心的时候，你就将赦罪和赦免临到我们的身上，让我们也有这样的恩典，能够去带领许多还没有认识你的人，能够回到你的面前来，让真光照耀在这黑暗的土地上，使这地能够得着光，使大地能够重新回到上帝创造的美好。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门颂。请坐。殿页，有病痛、忧伤的弟兄姐妹，欢迎来到前面来，牧师要为你祷告。